浮夢世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繼章，平常心開始咗啦。美國有一個好出名嘅演說家，有一次佢話：我發現呢，世界上嘅人喺碰到人生重大事故或者難題嘅時候，例如有親人去世或者大地震、大災難，通常佢哋都可以沉着應變，同心協力渡過難關。但係當佢哋撞到好多芝麻綠豆嘅事，經常就會暴跳如雷，激到七孔生煙。咩事？例如俾人哋背後講下閒話咯，例如架車唔小心俾人撞花咗少少咯。正所謂大事唔嬲，小事嬲，真係一件奇怪嘅事啊！佢咁講，你有冇反省一下自己係咪咁呢？我有時都係咁噶噃，經歷好多大風大浪，反而可以鎮靜面對。但係喺好多時一日裏邊發生嘅小挫折，竟然會好嬲好嬲，甚至大發脾氣，同屋企人啊、同事啊嗌交咁。點解呢？大事唔嬲，小事嬲，呢個係咪人類共通嘅弱點啊？卡爾森最主要就係勸喻人喺為小事要發嬲嘅時候，應該諗一諗，呢一件係一件小事啫，即刻會諗到快樂嘅人唔為小事發嬲，跟住抑制自己嘅嬲怒。實際上發嬲只係一念之間，一念可以令人哋發嬲，一念可以令人哋平靜。喺一日裏邊咁忙碌嘅生活裏邊，如果經常諗到別為小事發嬲，一個人就會和平快樂得多噶啦。台灣有一位聖嚴法師，每日好忙好忙，要做好多慈善嘅工作。佢睇完卡爾森嘅書之後，聽佢講咗大事小事嘅道理之後，佢提出咗佛家嘅另一個觀點。佢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大事，其實都是小事，而且唔單止係小事，簡直就是沒事。點解大事會變小事，小事又會變沒事嘅呢？因為盡管好忙，只不過有事情發生咗，去處理就係啦。而且呢啲處理，即係求當時盡心盡責。當過去咗，就一切沒事啦，無需為事情仲未解決而焦慮，隨時提起，隨時放下，咁咪沒事咯。記住啦，要為小事發怒嘅時候，只要諗到呢個不過係小事啫。快樂嘅人不為小事發怒，咁人就可以平靜落嚟噶啦。平常心，希望你經常擁有一顆平常心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站在樹林內就如沒氧氣，在夕陽下寂寥吧，沒權利見你。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，失去人情味。你那貴族遊戲，我的街角遊記，天真到信真心太兒戲。